亂揀 MPF 基金唔止冇賺嘅，可能仲會蝕20%添。例如唔小心揀錯咗基金，可能10年後你只係賺咗1% 回報，通脹已經有3% 啦，等於買咗基金，最後連本金都保唔住㗎。MPF 唔係亂買就掂，策略要睇年紀嘅。如果你仲後生，距離退休仲有20-30年，就應該買增長基金或者全球股票基金。呢啲基金長遠嚟講，回報可以有10% 咁高嘅。唔好一味諗住短期 ，MPF 唔係即時見效㗎。但係如果你接近退休或者已經開始準備收山啦，就唔好再諗啲咩增長基金啦。呢啲係為咗賺大錢，但係你冇時間等。呢個時間選擇啲核心累積基金，60%股票，40%債券，穩定又有回報，大約每年6-7% 嘅。咁樣做，你既有增長，又唔會太過波動。另外，有啲人會成日轉基金，以為咁樣好醒喎，咁樣反而係會輸錢嘅，因為時間唔係喺你嗰度。如果唔想煩嘅，就揀翻指數基金啦，費用低又透明，長期都唔差㗎。金仔話：選擇 MPF 嘅基金就係選擇你嘅未來，唔好亂嚟，唔好隨便轉啦。